真實曝光，拒絕説謊。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中山着數王嘅 channel， 又係我阿 Ken 哈。咁今日咧同大家講翻買樓咧最痛，無非咧就係3點嘅。首先第一點咧就係延遲收樓，第二點質量差，第3點咧就係爛尾停工啦。咁今期節目開始之前，首先咧感謝下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收睇、follow 細佬嘅頻道，因為我嘅視頻內容一直都係實話實說嘅一啲內容，所以咧引起唔少嘅同行或者開發商嘅一個打擊嘅。每個視頻都有讚有彈，反映出最真實嘅一個樓市情況。無論視頻有冇人踩，我都係會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同大家咧去分析。同時亦都非常咁樣感謝大家 follow 我、俾 like 我嘅，以及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仔一齊睇，然後揭穿樓市嘅伏點。感謝大家一路以嚟對我嘅支持。好啦，咁而家咧正式開始今期嘅內容啊！中山市區爛尾公寓呢個盤咧，曾經係中山本土風頭無兩，僅次於雅居樂嘅。喺商場方面咧，簡直就係一哥嘅存在啊！今期嘅主角咧就係中山大信集團以及眾福屋苑中山沙溪大信活力城嘅。咁幾年前啦，無數嘅 agent 響 channel 上面咧都係一去力推嘅。咁如今現實一片狼藉。首先咧，通過我出去拍嘅一個無人機實地拍攝下，睇翻而家最新嘅一個大信活力城嘅情況。然之後我哋繼續去分析嘅，而家即時去片。好啦，咁睇完視頻咧，翻到嚟繼續同大家去分析大信活力城呢一個位置咧，係位於中山嘅一個博愛一路嘅。博愛路咧係中山嘅東邊同埋西邊嘅一個無縫接駁、無紅綠燈嘅一個黃金大動脈嚟嘅。周邊咧博愛一路居住生活氣息咧係非常濃郁嘅，加上啊4-5年前中山樓市嘅一個熱度之下，以及 A 準嘅各種包裝，兩者襯托之下，好難拒絕唔埋單嘅。以及咧當年嘅宣傳，以下我哋繼續去睇片嘅。30幾年嚟，大信控股遍佈廣東中山、佛山、珠海、廣州、澳門等多個區域，全面深入大灣區。中山大信活力城坐擁完善交通網絡，地段貴上，出行便利。中山首個一站式醫療社區項目，臨近東鳳人民醫院，盡攬和穗濕地公園，環抱青蔥翠綠，享受環境綠色生活。項目集商業配套、社區餐飲、商店、影視、大信醫療、寵物天地、安保設施、無煙環境等於一體嘅一站式便利社區服務。
項目打造活力匯生活空間，擁有空中園林、活動廣場、遊樂場、適老健身設施、24小時醫療團隊等配套設施，創造清新、優美、高雅嘅活動空間，改善居住環境，提高住客生活質素。公寓戶型擁有1房至3房，平均實用面積喺339至462.8平方尺以上，寬敞舒適，安老首選。項目裝修簡約、溫馨，貼心設計寬敞門廊，無障礙扶手，使用防滑材料及安裝緊急呼叫裝置，務求打造令長者滿足舒適嘅居住環境。公寓內硬件配套選用德國寶、西門子、KDK、Panasonic 等一線牌子，品質卓越，質量保證。中山大信活力城坐擁區位優勢，宜居嘅生活環境係你定居中山嘅首選目標。好啦，咁剛先嘅視頻咧又睇晒啦，咁喺視頻度咧好明顯咁睇到啦，當年咧各種嘅一個廣告咧，其實咧就係打住一個長者退休嘅一個不二之選嚇，貼心設計，子女放心，老友記咧住得開心。整個項目嚟計咧嚇，樓下咧係會有一個大信新都會嘅一個商圈，然之後咧係集中咗娛樂、親子教育、餐飲於一體嘅城市生活廣場。項目入邊咧仲建設咗一個400平方嘅一個大信門診，提供咧社區醫療24小時服務嘅。咁咧入邊咧全部都係由3甲醫院嘅一個醫療團隊助陣啦。對於長者嚟講咧，無論何時出現咗頭暈身㷫咧，都可以及時咁樣快速解決嘅。號稱咧係打造咗首個醫療、食嘢、住、出行同埋娛樂一站式簡稱咧就係衣食住行樂，高端優質退休首選簡單通俗嚟講咧就係高級嘅老人院。好啦，而家咧接落嚟咧就講翻大信集團啦。咁而家咧本地人咧就避得就避嘅啦，非常非常警惕呢一個集團旗下嘅所有產品啦。咁相信咧有嚟過中山嘅老友咧，對大信新都會嘅一個商場咧係並不陌生嘅。基本上咧，中山每個區域咧都會有大信嘅一個商圈啊。查翻咧企業資料顯示發現大信集團嘅一個歷史問題咧，真係多到睇都睇唔晒，讀都讀唔完嘅，以及咧出現咗資不抵債嘅一個情況啦，同埋被破產嘅一啲訊息嘅，所以咧後邊集團開發嘅所有屋苑都陸續咁樣出現咗停工啦、無法網簽啦。當時無論係一個住宅或者公寓咧，好多買家咧都喺度投訴，以至而家咧都仲未收到樓嘅。從前嘅一個輝煌到而家嘅一地雞毛現時咧大信呢個開發商咧都有去解決呢一個債務嘅一個問題。近年咧佢將旗下嘅一啲商業啦，即係商場同埋佢嘅一個土地因為佢係一個本土嘅發展商，所以佢非常多嘅一個囤地量喺呢一度嘅。而家咧就將呢一啲嘢咧都去一一咁樣去拍賣啦，就連旗下嘅一個信和超市咧都陸續咁樣去轉讓啦咁基本上咧而家賣家同埋買家都已經係搞到一頭霧水咁咧。就買家咧就仲慘啦，而家咧就係一個永無了期、永無止境咁樣去等待復工同埋收樓嘅。咁睇翻啦，當年嘅均價咧平均咧去到19000蚊打上嘅啦，面積咧就分為咗37平方咧係最細嘅，最大咧係去到101平方嘅，總高咧係28層15至到19伙咧就1層嘅，3到28層咧。總共大約咧估算咗一下，大概咧係489伙嘅。而家睇翻諗翻，簡直咧就係一個內地版嘅一個公屋嚟嘅。
好啦，喺節目嘅最後呢，阿 Ken 再次提醒翻大家嚇，翻嚟內地睇樓嘅一個3大重點，其實呢，我已經喺 channel 入邊講咗好多次嘅啦。咁第一樣呢，切勿容易咁樣去相信 agent 嚇佢哋嘅一個專業包裝啦，同埋銷售話術嘅。咁第二呢，如今嘅一個內地嘅樓市呢係非常透明嘅嚇，問題嘅發展商呢，大部分呢而家就現咗真身㗎啦。切勿呢，大家嚇切勿貪平啊，盡可能咁樣去選擇央企、國企、現樓同埋發展嘅一個週期啦，以及交樓嘅一個週期嘅。咁好啦，第3樣呢就係實地睇樓，選擇良心講嘢，幫到你哋手嘅 agent 嚇，再配合翻自身對屋苑嘅一個基礎知識了解，實地再加翻自己了解，再去分析翻適合自身嘅程度，再去決定嘅。咁大家睇完之後呢，記得俾個 like 我啦。如果得閒嘅話呢，將我嘅影片呢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翻到嚟大灣區接嘅朋友仔一齊去收睇嘅。咁然後呢，記得將我嘅一個 channel 呢，得閒再俾個 like 啦。咁樣呢 YouTuber 嘅一個算法呢，就知道咗我係喺大灣區呢邊做 agent 嘅嚇。再次感謝大家嘅一個收睇以及支持嘅，我會繼續不忘初心咁樣去報導中山以及珠海內地嘅屋苑同埋區位嘅一啲優缺點啦、問題樓盤、中伏樓盤，一一同大家去拆解嘅。好啦，今期視頻先嚟到呢度，下期再見，拜拜。